媒体讲，中国派船伫偏湖西南海峡演练，甲台湾海峡中部执法，但海巡署拢有全权掌握。在香港人批评香港政府防火委员会在无经调查工程等等的问题，颠倒污蔑掠人侵害人权。明仔开始，台北季风增强，温度会降到16至19度，大台北、嘉南甲东北部可能会落大雨。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咱先来关心总统大清德昨昏参加活动的时阵讲，用中华民国正做国号，对团结台湾社会有帮助。而且咱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免阁另外宣布独立。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大声呼吁，安尼应该爱直接废除民进党台独党纲，支持中华民国宪法核心的价值。但连任先生希望能够改国号，改成中华台湾民主国。民进党没有这样做。总统赖清德前一天出席纪念累进者民主运动人士活动，强调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对着团结台湾社会有帮助，而且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无另外宣布独立的必要。民进党是认为留着这个名字是有助于团结台湾社会，因为这名字是写在宪法里面，它是属于台湾认同，或是中华民国认同。其实都应该彼此尊重，因为归根究底，就是指台澎金马2300万人。这话搁再引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质疑，认为赖总统受到缓和两国论类台独的一个讲法，呼吁总统应该提出行动，废除民进党的台独党纲，支持中华民国宪法的核心价值。既然赖总统说没有台独的问题，没有宣布台独的必要，那我真的非常诚挚的希望赖总统、赖主席，那就干脆下架台独党纲，就直接废除台独党纲。因为今年3月，伫民进党正式宣讲时，北化讲呼赖清德做台湾国主人的内政部长刘世峰，这阵也顺应总统的立场。我们自己呢，行走在世界各地，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现在的国号就叫中华民国。因来开涉两岸议题，内政部兼消防署的政策，和台北市长蒋万安批评时，反中反告变共产党。刘世峰讲台湾无共产党，并且指出台湾是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依法打击这个诈欺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官方媒体公开相片，讲因出动3只公务船，头一届伫咧偏湖西南边台湾滩的海峡举行搜救演练，也有伫咧台湾海峡中部的海峡执法。咱海巡署回应讲，拢有全程掌握，也批评中国这个举动本质就是对台湾的骚扰。中共对台湾普色地带侵略一直升级。中共官方媒体中新社找到放置几多张无人机空拍相片，讲福建海事局联合中国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出动3台公务船，第一遍伫偏湖西南边的台湾滩海峡进行搜救应急演练，也讲会伫咧台湾海峡的中部海峡进行专项执法。但海巡署讲拢有掌握，又在用鱼目混珠的不实言辞，混淆海域位置。企图对我国进行灰色地带侵扰跟认知作战，都是中共他企图在第一岛链以西，就是掌握这个主权治权。学者讲，去年8月中，中国就用同款模式了台，相关行动拢是中共想要推撒台海内水化的法律战。也若伫中国甲日本关系紧张的时阵，中国航母辽宁号编队经过宫古海峡驶向西太平洋，并且实施舰载机起降。中共将15战机2编队升空警戒日本自卫队 F-15战机进行雷达照射，造成电磁波对准锁定，被认为是高度敌意的行为。今回のレーダー照射は航空機の安全な飛行に必要な範囲を超える危険な行為であります。このような事案が発生したことは極めて遺憾であり、中国側には強く抗議し、再発防止を厳重に申し入れました。
日本防上小泉进次郎找7号早紧急开记者会，讲已经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日本按算2026年会伫咧离台湾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飞弹部队，强化西南地区的防卫能力。Ability for us, along with allies, to be postured strongly enough in the Indo-Pacific to balance China's growing power. This means ensuring none of our allies are vulnerable to sustained, successful military aggression.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deterrence in the Indo-Pacific.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是强调，美国无想要改变台湾现主席的状况，但是美国伫咧印太地区的利益正重大，会继续用实力，唔是用对抗来协助中国，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中流川即马正咧做水环境改善的工程，有一个工人指控讲，伊伫咧工地跋倒，去互更紧拄着伤。要叫救护车煞去互阻挡，而且工地嘛无通报职业灾害，甚至伊阁去互公司洗头路。落尾手伊还阁发现讲，这间公司根本无甲伊报劳健保，所来到检处会去工地检查，嘛要来理清伊劳健保的代志。就播假日，大型的机械员继续动工，边仔也有工人准备甲石头装入去太空包内底。这是台中市政府正伫进行的流川水环境改善计划第3期的工程。不过，其中一个工人说明讲，伊顶个月29伫工地内底无细哩，摔入去水坑内底，尻川配合一个钢筋擦着伤。工地主任却是阻止敲电话叫救护车送病院，也无依照规定通报职业灾害。就是钢筋插落，因为拨落一定是钢筋撸掉的嘛，一定插落的嘛。我那可能那个青蛙洞会破的。阮同事就是那个搞洞啊，内底那个庄主任嘛搞洞，洞空哦，你若叫救护车，工程就得停工的啦。魏先生讲，前一个人力公司请伊去做临时工到流川工地工作，不过受伤了后，工程公司就甲伊辞掉。伊12月7日到劳保局去查，才发现人力公司无甲伊保劳保。不过人力公司解释讲，有替魏先生保这个劳工职业灾害险。有跟他投保职业灾害险，对他就职这段时间有保。我受伤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工地那边是叫他不要再去那个工地啊，所以他也没有来我这边报道了。该案雇主未依规定通报，劳工局劳检处将派员实施职业灾害检查。劳检署讲，若发现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会处代票3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并且要求停工改善。劳工局是讲，就算是一工的临时工，头家也必须甲伊保劳健保。除非是讲已经领老年的给付，也是65岁进前无劳保的记录。这个案件，而且劳动部、劳保局也佮卫福部健保局来调查采取，维护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渔港大游行今仔日举行。这届主要的诉求是希望会当废除南岭渔港工作的年限。劳动部回应讲，政府3年前已经推动中介评估制度，也就是讲，渔港若正做中介技术人才，就无工作的年限。从111年到今，已经有6万人。不过，渔港团体主要是质疑讲，从到今，这个拢唔是因有法度来决定的。带着炸大的道具伫咧路的抗议，装作生鲜马品，表示家己有保险的期限。来自各国伫台湾的南岭渔港参加渔港大游行。用家己的母语唱作不断，2025渔港大游行吹势进行，现场至少100人。因的诉求重点放伫咧废除渔港年限。有南岭渔港正无奈讲，因为台湾的法规伫台湾工作年限依照行业别无同，上最只能12到14年，虽然想要留来也无法度。我在台湾是已经10年了，10年的时候不知道要怎么样啊。我们都很担心，如果我们不回家的工作在这里，那你呢？我们也回家。其实3年外前，政府设的中介评估制度，会当让南岭渔港成做中介技术人才，无过再有年限的限制。不过主办游行的渔港团体批评，渔港是不是会当留任，是不是会当申请成做中介人才，家己无法度决定。成为中介，以至于可以无限期的留在台湾工作的这个部分，是个别雇主决定的，很多是中介，为了要
引进新的移工，会有新的中介费收取，导致于建议雇主不要再继续聘他们。为避免单纯延长或取消移工在台工作年限，而导致资深移工长期在台工作却无法转换身份，已经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已有6万名资深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讲，这项移工留才雇用方案，照统计到今年11月，已经有6万位资深移工转任正做外国技术人力，平均每年增加16000多人。为了要扩大劳动，制造业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劳用比例，上最的限制会对即马的25%放零到100%。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香港立法会选举今仔日照常举行投票。专家讲，因为这届风火湾的大火，真侪选民还阁伫咧火灾不满的情绪当中，这一届投票率可能会较低。香港风火湾大火夺走至少159条人命。香港政府讲，救灾优先，一度暂停所有甲立法会选举有关的竞选活动。不过，因为香港的法律对选举的日期有真严格限制，引来香港特首李家超也以限制特殊这原因，宣布第8届立法会选举照常来举行。这摆符合资格香港选民超过413万，为了方便投票，香港政府将投票时间延长，一直到暗时11点半为止，比顶一届加2点钟。选举结果会在隔天透早来公布。顶一届立法会投票率只有30.2%，有专家分析，这摆选民因为伫火灾甲不满的情绪之下，投票率恐惊会偏低。引来到下晡3点半，也就是加总投票时间的一半，这个投票率是19.7%。我就擔心即係雲福嘅事情，令到嗰個選票會低啦。但係我希望身為香港嘅居民，雲福嘅事情已經發生咗，咁希望都積極出嚟投票啦。本身我對於呢個選舉都冇乜特別期望㗎啦，其實咁所以其實佢如期舉行都對我冇乜影響嘅。咁但係可能對其他居民嚟講話即係真係咁大件事發生咗啦，大型活動出嚟，可能對佢嚟講有其他唔好嘅心情。根據法新社報道，這擺香港選出90名立法會議員，不過其中只有20席是直接選舉來產生，剩下161名候選人也攏是經過資格審查委員會核准，確保因愛國愛港才獲得參選議員席次。另外，為了在災難氣氛中有關投票率，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投票時呼籲選民積極投票，除了愛選出堅定愛國愛港的民意代表，也為要推動改革，就予災民投下一票。投票日即天，大約100名警察佇發生大火大埔風火灣周邊來巡邏，安全工作也真周全。公視新聞深入批編譯。這一屆香港風火灣的火災奪走159條性命，在台香港人下晡開記者會，批評香港政府毋若無趕緊調查工程等等的問題，顛倒是烏白掠人侵害人權，呼籲都愛追究官員的責任，甲保障人民言論的自由。停止利用惡化滅聲。香港甲台灣的社群團體初7日下晝，佇咧台北濟南教會頭前的廣場開記者會，強烈譴責香港政府佇風火灣火災了後，毋但是無承擔責任公開真相，顛倒濫用港區國安法，用以災亂港的罪名，甲提出質疑的民眾舉報，叫大家點點侵害人權。這個政府是刻意的，在中國的授權下，他們去打壓香港的民間社會。這一個是一種很惡劣的行為。11月2日，香港大埔風火灣發生大火，至少造成159人死亡，是香港半世紀以來上嚴重的火災。在台灣的香港人講，香港政府毋但是無隨調查工程監管、圍標、物料安全這款問題，顛倒用惡法打壓民眾。而且香港第8屆立法會選舉在初7舉行，就是想要用選舉將這件代志壓過。香港政府他們無視我們逝去的生命。還要堅持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間，還要舉辦這個假選舉。在台灣的香港人提出5大訴求，希望香港政府正視，包括妥善安置所有受影響的居民，隨改善工程制度，阻止圍標文化，全面徹底調查利益輸送的問題，追究失職官員的責任，包括工程監管、停止濫用國安法打壓市民，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也有基本權利。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今仔日台北季風小可減弱，全台灣各地天氣有較穩定。不過明仔載開始，東北季風增強，會變較冷。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有的所在可能会落大雨。明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及宜兰整天温度会下降，而其他地区早晚的温度还是偏凉。而周三这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各地温度会回升，但是要留意日夜温差大的部分。而下一次东北季风增强的时间预计落在下周末，到时候温度下降都会比较明显。气象署讲，明仔开始会有2波东北季风落南，头一波明仔到位，温度会降到16至19度。北北基、宜兰雨会较粗，甚至会上大雨。然后第2波是13拜六会到位，目前预测这波有可能是今年上强的冷空气，中部以北的低温到时可能敢若剩14度至16度。继续来关心，有一个警察昨昏伫咧台南中德路口，甲一台违规停车开罚单，想袂到对方说是举布头乌白甲泼，害这个警察手骨、肩胛头甲脚趾片拢受伤。加在是无生命的危险。市府讲，甲这个共批的民众会照杀人未遂来侦办，嘛会协助警察来提告。请求轿车违停伫红线内处地，2个警察将对方证件摕出来，单开完了后，交互对方回头准备要离开。开车4人的驾驶向向提出补头，对女警察甲站落去，女警察的手骨、肩胛、脚趾片拢受伤，甲同事斗阵甲这个开车的人压掉咧。救护车赶到现场，这女警察人清醒，也说家己行上救护车。原来身躯穿红单的甲小冻着，只是伊手骨，还佫肩胛、脚趾片拢有空碎爱天，加在救治了后无性命危险。驾驶返抵现场后收受标示单，未料员警准备离去时，该驾驶突然持器械攻击女警背部，员警立即将其押至逮捕，并依杀人未遂及妨碍公务现行犯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代志发生伫7日暗时8点外，地点伫台南市崇德路。重回现场发现，这条有真侪店家，大路两边拢有画红线，无用停车。不过有真侪赛车人贪方便来违规。这时间才停车，警察我会叫人开规工的啦，吼，足够贵的啦。冤家就是去用开遐背面的款啦。涉嫌行凶的4台的驾驶人，敢若路影习惯，才伫车顶放布头，敢若像进前伫同一地点已经互开2摆啊。7日暗时佫收到违停罚单，才会真生气。为这个行为，不过警方讲，嫌犯犯案动机也调查，也依照杀人未遂罪移送法办。台南市长吴依铁人伫国外收到消息时，经由面试讲，民众无理性行为绝对袂原谅，也协助女警察来提出告诉。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昨昏伫台中有一个查甫人，伊驾毒驶车出车祸，毋但叫因女朋友担罪，搁甲拍，目前已经依法上班，嘛通报家暴中心。然后另外一件同款伫台中，警察伫咧高铁附近的徛街查到一间毒品厂，查出3000多包的毒品加背包，已经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改起诉。你女朋友就说你打她了？对啊，我打她。哦，那我们就现行犯给你逮捕。警察问这个姓邱的查甫人是不是有动手拍这个查甫人？伊讲有。台中警方找了暗9点外接到报案，讲大理区国公路加德芳南路口有一个查甫人动手拍一个查某人。警方到现场发现，现场是一件车祸事故。一个姓江的查某人讲车是伊驶的，原来这个姓邱的查甫人是伊的查甫朋友。因过现场有人看到讲，其实车是这个姓邱的查甫人驶的。警察也发现有毒品。于邱男随身包包内发现其持有第3级毒品凯他命。现场江女自称其驾驶发生事故，为经警方细心追查，发现江女有顶替情事，实际驾驶为邱男，且经同意后对邱男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原来是这个查甫驾毒驶车出车祸了，加查某朋友冤家，搁甲伊拍。这个4天的查某，互伊拍甲头红肿，骹手挫伤。警方先后依照违反道交条例开单，驾毒驶车的部分是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加保的部分是通报交防中心。另外，台中市刑台查到一件毒品加背包分装厂。经过长期搜证，发现犯前主管毒品分装厂隐藏在社区里。还特别分装于印有动漫角色的咖啡包，企图吸引特定族群谋取暴利。警方即申请所有票进入犯前藏身处所，一举破获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最近接到线报，讲一个姓谭的查甫人伫咧乌日高铁特区做社区型工具，做毒品加背包分装厂。
已经通信软体接单，结果型印着动漫角色的包装底下混装毒品。警方伫咧公寓内面查到毒品、甲其冰糖咖啡包3067包，毒品凯他冰咖啡包31包。这么嫌犯已经获检方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白沙屯妈祖受到高雄公山寿天宫的邀请，去高雄站境3天。今仔日是上尾一天，有不少乡镇卡拢排队等买软轿卡。这一届是成万外人来参与，现场是热热滚滚。对高雄公山寿天宫出来了，白沙屯妈祖的乱叫就行对边的国小入去，因为学校小房子早就牛步调伫咧等妈祖。乡镇卡得了妈祖的乱叫行，希望有机会当软轿卡保平安，要民众初7透早6点就来排队，祈求父母健康。6点多的。6点多，那就排第一个。对，希望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芋头粥，还有那个烟熏鸡肉粥。白沙屯妈祖乱叫接受高雄公山寿天宫的邀请，初5开始来高雄站境3天。初7是上尾天，沿路信徒是底条条，然后这天传至少500花烧加要互信徒。另外一个终点站公山寿天宫头前的空场也人挤满。大家排队软轿卡，要二招手牵手、扭人墙，避免大家堵塞。白沙屯妈祖南巡上尾天，搁拄到礼拜日来参加的信徒超过1万人。大家调省高雄的冈山、旗山、凤山、五甲等地妈祖，加苗栗宫天宫、白沙屯妈祖，第一遍伫高雄合体出巡的正罕见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咱若家己布袋今仔日办音乐节，互学生展现练习的成果，而且嘛引进科技教育，互囡仔体验无人机甲机器人，增加偏向学习的资源。把握最后练习的时间，伫布袋上港的码头边啊，100多位来自布袋各中小的学生囡仔甲老师，拢咧为隔港的音乐节做最后的排练。台湾科技文教协会配合镇公所甲在地11间学校，要用音乐节的活动，互偏乡的囡仔展现合适的成果。他们是克服很多学习的难关，他们在这历程中也要学习如何去驾驭他手中的一个乐器哈，然后呢，如何跟人家合作，然后能够在舞台上展现他们的所学。除了音乐的演出，台湾科技文教协会嘛引进科技教育的资源，设置科学体验的活动。协会表示，偏乡的教育资源无济，有设备煞无老师通教，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替偏乡的囡仔增加技术甲科技的合适机会。科学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多增加他的视野，不要因为身处在渔村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偏乡的地方就少了这些资源。我希望把外界的一些资源引进，那布袋音乐节呢，刚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每一间学校发展的物件绝对是无，囡仔会用看到别间学校你学的物件，伊的眼界就是会无同。镇公所表示，音乐节除了让囡仔有展现的机会，嘛是在地所有学校甲民间团体合作的成果。透过这个活动的举办，除了锻炼在地相关甲观光资源，也替布袋学生囡仔带来无共的学习体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国际赛车的比赛 F1 是头一个用电动车来比的世界级赛车锦标赛，目标是要来推广环保。即马已经进入第12季，是啥真侪赛车迷做伙去欣赏。This is racing electric。进入第12季的电动风铃式赛车比赛，那是全球第一个全电动的世界级锦标赛，也是唯一得到精灵拓牌认证的运动项目。伫各大城市核心区举办，也更加加速电动汽车产业的创新。本季会继续使用更加高速、更加高效能的 Gen 3 EVO 赛车，那是所谓练到100只需要1.86秒，能量回收效率也大大提升，呈现更加紧、更加环保比赛的项目。I think we get written off a little bit because we're electric, but actually, if you look 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ars now, they get into a stage where they're quick, they're fun, and if you look forward to Gen 4 especially, the cars are going to be incredibly fast. For me, the level of driving and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races and how unpredictable they are, it brings that element of sport which everybody loves.
那选手阵容真正名人，包括卫冕冠军的英国车手罗兰在内，几啊位世界级名将为年度总冠军结得拼。国车队也个顶现技术甲策略的全方位竞争，透过国内专业体育频道的专程转播服务，和关心赛车运动的观众，会当伫 F1 休赛季继续观赏世界一流的车大竞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明仔天气写款来看各地预报。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再来看外岛地区，17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我是丹妮，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